内阁改组，行政院前秘书长金明欣接经济部长，针对关税影响，伊是强调讲，任何的状况，咱拢有路通行，会有策略通应用，嘛袂讲关税关就完全无路咯。也毋过，劳动部上新的统计，已经有245间企业，4800多人放无薪假咯，是今年上济。我们卓荣泰院长给我的礼物哈，上面讲的是经济优先，任重道远。提出经济部长杜永泰送的礼物，经济部新的部长蒋平欣，透早为行政院秘书长的职务落任了后，转做经济部长。9月7日，经济部报答典礼接过印信，正式上任。那非美国市场也是有空出很大的机会啊，也值得我们多元的这个去诉求多元的市场啊，所以任何的状况都可以让我们有路可以走，有策略可以来做一些因应哈。当上任就面对关税挑战，蒋明欣讲，经济部会徛伫个资源性的角色，扮演谈判的后勤。另外，还未公布的晶片关税，伊讲有密切关注当中，而且甲产业小连锁展开对谈。不过，上时美国所传出消息，联邦上诉法院裁定，川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扣关税是无合法的。咁真正的扣关税嘛出现变数。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此次的判决以及另外颁布的命令来看，美国政府仍可对各国来课征对等关税。谈判团队的目标就是继续为我们产业争取更好、更合理的税率。因为受到对等关税冲击，民间的企业减班休困的情形嘛愈来愈多。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，拢总有245间公司，4863个人咧休无薪假，人数创下今年的新高。事业单位自述，它是受到这个美国关税影响而需要减班休息的家数呢，有118家，人数是3055人。部长劳动部的统计，减班休困占上济，也是制造业。另外有2间中型的企业通报实施休无薪假，包括一间外销百米的落空机的业者，头一届通报有110个人；还有另外一间家具机的业者，因为客户做文的订单大动，通报103人。面对美国关税冲击，对新的经济部长是阁增加一个考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